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台文通讯网报，我拍算要按这个第312来读起，因为我手头有的是这个312的纸本啦，所以较好势啊。所以台文通讯网报网页顶悬会使找到资料。迄个网页咧，有2个所在，一个是台湾图书馆，有通个有通个找，所以看麻烦了。这个是我打顶悬，这是台湾图书馆的连结，因为听讲上面是因为寄付一批台湾图书馆，所以台湾图书馆敢若有做，在伫咧因的网站找到就对啊。所以我看嘛，我搁打一个啥？第一条我打台湾图书馆因的连结，第二条我打理工局基金会因台文通讯网报，小等要读的312期的连结啊，因为我就讲为怎样要对312期开始读，是因为我手头有一个剩的较正经的，我暂时无连续啦。认真啦，总共有找到，可能接网看卖啊吧。然后第3条我就打目前网络顶悬会使找到的台湾通讯网报的目录啊，台湾图书馆因提供的连结。当然，这个理工局基金会因是按215期开始，伫咧网络顶悬就找到。我后仔嘛甲打伫确认内底啊，有啥？好，台湾图书馆因为台湾图书馆伊有针对本土的一寡文献，所以伊迄做啥？本土教育中心的款吧，敢若是呢，所以就是会使帮参考。讲要打啥？迄阵再去打者，即摆相当于可能无法打，我可能要分批打。我可能去我的进前打迄个所在，迄个啥？就讲学台语的一寡啥消息，还是连结，等一下哦。我就讲我的迄个啥，放的连结愈放愈多了，怎愈来愈种？啊，这个竟然无啊！我可能去帮伊找。来去另外一个所在找。这你才给我打，伤多无我打。这个我打。我打，可是字伤多。可是字伤多，啊这个咧。一寡台语的方法，课时写一篇文章嘛，然后都有提供讲，有啥物 APP 会使配合安尼。好啦，可能暂时安尼啦吼，我就讲，图涵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歌册。这个日开始来读这个
台湾通讯网报。台湾通讯网报是2012年甲台湾通讯甲台湾网报合刊合并做伙出版，因为莫讲迄个时阵，即个时阵嘛是同款，要有够额的资金、人员，甚至能力，拢是无遐简单的。所以迄个时阵，1990年代台湾通讯发行了后，1996年台湾网报，陈明仁老师、陈鸿辉因嘛全讲另外开一个走就对啦吼。1996一直到2012年，迄个台湾通讯甲台湾网报就合作伙，成做台湾通讯网报，就是李康中基金会因接续落去办的。好，我哋图合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毋是到咱7、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我若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意，我就继续来读即个那顺水的第3本小说，要读完啦，已经600页啊！听看觅即个故事的最后，因到底是啥物状况？阿姊，好子随个应讲，我是伫讲今年美国甲咱台湾断交，1987年吧，1979年，有足侪咱的亲情拢惊甲强要破胆，总是你敢袂惊？以早袂，反颠倒即阵又溜溜啊淡淡，都一道袂少趁袂少的机会，我惊要拍家老去，心内冷。行，找看有空房通移民出去无？阿辉丢一困啊，哪拄一底，互阿辉哪个问讲，合法移民的门路有百种，非法的步数嘛有真侪人在舞，毋知阿姊你敢有啥法度通便咧？前一阵仔，我有甲恁姊夫的小妹有美国一个金美通电话，拖无路用的话使。毋过，上暗尾伊出招我去因遐摕日卡，有讲我步数爱先做，日头问我要无，我敢若回话讲若有意向，才甲伊请教，就赶转去啊。好子啉一喙茶，茶后啊过落去茶步步，伊讲的出头诚甜，生死问诚多。伊讲出头诚甜，生死问真多，阁无定着会成，才是歹拍。是毋是会使讲来分听？你甲遐翕，我着伴互你知。做你讲，我会真足记。金美反复讲，叫你甲达阮办假离宴，先互达阮变做独神啊！才会办假结婚，过一捆仔久会摕到日卡，假几档啊，就会使入美国籍啊。恁两个囡仔才照依亲的法令去摕美国籍，真正是一直到当，敢若嘛是有人咧出即种把戏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啦吼，或者是讲全世界来讲，若准讲互你紧，若准讲有通好紧。可能初一个听到，大部分的人拢话要摕美国籍啦，对，大部分的人嘛，愈是82个人口数，你去问美国现愈是人口数3亿，82扣掉3亿就77亿，准讲76亿啊。你去问去76亿个人有偌少本？有啦，连续开始我是对31期开始啦，进前的拢懒散散啊跳咧，我想讲。未来若准讲有较连续的技术，可能我手头一本是合订本啦，敢若是146到152字的款，我袂记啦。因为网络顶悬12期，143开始我就找无啊。李工局基金会因的网站上是讲，若准讲纯粹敢若网络，安尼若拄着网络状况无讲介顺势的时阵。是毋是就全掉顶，无通看对吧？所以我才会想讲，就我手头有诶纸本先开始，未来若准讲
143到309遮，会使找到偌侪技术是有纸本的，咱可能就来读啊哩。吼，讲我就讲，因为因理工局毋是理工，大部分通讯因敢若一段时间再过去，因就会甲伊定做一伙，正做一个合订本。所以，反正现主是要对312开始读啦。吼，我毋知 Akelo 嘛来啊。吼，阵地我毋知恁手头是有纸本，或者是你有法度伫网络找到迄个啥连结。我就讲，目前网络顶会使找到的连结是有2个所在，一个就是台湾读书理工局基金会因的网站，就是我搭咧确认第1条应该就是台湾图书馆的连结，312。确认第2条应该是台湾通讯网报嘛，就是理工局基金会因的网站，所以可能未来尽量会提供这的连结。若准讲各位朋友你手头无即个纸本，通去参考，通去现，通去看，安尼就是透过前为止，敢若捌有几届啊，拄较袂拄好是安怎，就怎人就对啊，就是跳去啦。这我无去注意到，讲当时有人伫遐滴，因的技术目前是连续就对啦。佮讲现主是上新的是388字啦，吼啊，自我所知的即个310期开始，大概每一期就是自封面一到上尾，或者是伊有偏号码的页数，大概就是46或者是48啦。一般是讲46块，应该是安尼。吼啊，所以。咱是毋是就会使开始来甲读起安尼？好，我先读，因为伊每一届，每一届录去页，录去页有一个说明，讲这是这个作品叫做《幸福台湾迎五公民》，这是屏东鹅銮鼻灯塔。在徛伫台湾尾，海洋的美丽、艳丽的早起日光，充满幸福的台湾河，当地西五公民，伊就是甲伊即个角度看起来，即个因为伫网络顶管你也往哪看，会使看到即幅图嘛，伊就是看到灯塔伫遐嘛，有日光嘛，所以即个方向。是毋是日头落山的角度啊？若种讲灯塔是伫迄个角度，对无？画面的正面嘛，灯塔啊，日头是伫正中偏倒面嘛，有一只船嘛，伊是讲船是叫做幸福号嘛，所以他们讲当中，我对这种话的欣赏是较无法度遐理解啦吼。然后伊是讲即个作品的简介，然后作者的简介是讲。有人讲，慈禧美女士是大只假蛮体，因为伊久年来为着家庭甲工作的颠簸，无法度学画图，一直到55岁才展开画图的人生。毋过伊相信画一回学一回，认真学习，无几冬就有袂歹的成绩。到当毋若举办几啊摆个展，嘛因为关心公益。议题，定关注赞助社运也弱势团体啥，我理解，因为我袂晓画图，真无路啦吼，所以就讲，这是一种能力的呈现嘛。好，之外嘛来啊，阮读的即马是台湾通讯网报，是伫咧网络顶管才找到的资料啦吼，有至少2个所在嘛，这是台湾图书馆，一个是理工局基金会因的网站。啊，因为有内容，有迄种通好读念，我就来念。我拄念的是伊封面310期即期，伊的封面啊，然后伫迄个目录迄页有简单的说明安尼。好，安尼后续是毋是准的？Carol 你去志源 Erica 吼，我毋知你看会到网络即个杂志无？啊，当然啦，算讲毋是文章的部分，可以讲。目标的部分大概无可能一条一条去甲读过，
伊有一个李江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创会的由来，这原来是大概这一页的部分是每一期伊拢会藏，信息的部分，差不多过去因的地址是伫台北市中华路遐，因敢若是搬去到台湾图书馆迄附近吧，可比讲进前区党的我讲区文是我两个叫区党的安尼这一页就是讲创会的由来，一寡捐款的方式安尼。创会由来大概就是因这基金会一设立的时阵就是安尼先嘛。我毋知各位朋友敢知吧？然后后壁是我读完这了是准的，还是像我都开始按第一苏信用所写红名这个诗来读起。后手的朋友是毋是？算家己认用吼，看你要读倒一页，而且是第二页即个林英淑所写的送别，志愿你若有对着看着，互你读。第三页即个陈雷所写，陈振荣所写的陈雷，Erica 读。然后第四页是毋是即个顶半段的臭单，起落来帮咱读三江山。毋过顶半段即个，因为伊下页啦，所以我咧看，可能伊的伫网络顶面是毋是无好处理？去咱咧读迄个，可讲拢都是伫咧第三页。你面顶有足侪，你面顶有足侪分享的，我是要有你迄个215期开始遐哟。反正即马要读的是310期，31、310。第310期，伊我就讲，我去倒找。确认内底第一条是国家台湾图书馆的连结，确认是台湾通讯网报310期的连结。好，咱这要读310期嘛是。好，我直接看310期，感恩。3年你嘛来啊？阮即马才当伫咧算拍牌看讲。大家人读一页读一段，伊诗的部分较形式拢无啥相款，所以其实若准讲毋是有纸本，其实有淡薄无好处理啦，尽量啦我毋知影3年你是有纸本，还是敢若会使看电子档，连咪可能到Carol 去读第6页遐的时阵。但是第3页等诶。有两个所以即摆来讲，若准讲无电子档的部分，可能就是我来读，因为无电，安尼可能你爱去理工局基金会，因敢若毋是每一篇的文章拢会上网，我毋知因选的理路是啥，我毋知影，所以就是安尼，你可能就是爱去看第一条台湾图书馆迄个连结，嘿。第一条诶，对。OK。3年了，你可能才对伫咧开路后壁读。当然听到的朋友，你若有兴趣，就麦克开开来互相分享交流啦。我即摆要读的是，因每一期拢会有诶，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创会的由来啦。理工局女士是1926年伫桃园大溪的做室人家庭出世的，嫁翁李秀全先生建伫一个朴实家庭。生后生李金图甲8个查某囝，李是翁仔某，平常时教育子女着关心社会公益，后生查某囝囝婿拢有遵照教示，热心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理工局女士1990年3月过身，3月敢若台湾通讯还未创刊的。查某囝李秀琴甲囝婿林世荣为纪念伊，林世荣是原来是伊的囝婿。林世荣这个名，我捌伫咧台湾通讯内底捌读到伊的名。捐款创设本基金会，推动台湾母语复振事工。所以现主席的董事长是拿春水，拿春水董事长的进前一任敢是柯文信，柯文信进前一任我毋知想，反正就是我是文信哦，柯文信甲柯党的，伊柯文信甲陈宪国两个身高嘛拢。学写不了侪迄种，可比讲什么李小干语的，起来为种的
啥？台语的这文本的资料就对啊。当然，因这的身价是顶世纪就真活跳嘛，真把持嘛吼。甚至口饼顶有一个做敢若小方神学，是咧讲用台南府城遐正做一个基础的一个小说。毋过迄个时阵的用字用词，敢若咱真要来读有困难，所以敢若真几年来款，伊就授权，然后安住老师也是向着该协助。前一阵啊，可能去年、前年我袂记啊，就是因有甲放 PDF 档案伫啥物所在，互人去掠，我真袂记迄啥物所在啊。所以过去伫咧读台湾通信的时阵啊，按美国传转来到台湾的时阵，台湾买着真侪所在，因着自主去组织。有诶买就有，拢有各自诶发展。可要讲中华地区，因敢若有渐，就是安怎讲一群人，因为迄毋是一个正式诶组织，就是敢若一群人讲好，可要迄个时阵是有啥物丹福东老师，就是中华地区底下教册老师，因就招一群人读册，读册了可能迄个经济就一粒团一粒无欢喜，所以有可能现主是中华迄个台语文创意园区含即个中华地区的读册会原来嘛有牵连，然后台南地区可比现主是黄良成教授因靠一群不了大阵的人，算是伫咧扛即个台语的经济。若北部理工局基金会因家己现主时就是区文室区长，我拢叫区长的吼。伊到现主时每一个礼拜一拢固定有开读册会。当然伫即个杂志啊。伫啥物所在有读册会？理工局基金会伊有读册会招请，高雄的招请。然后林务分会伊嘛有读册会，中华伊嘛有台湾通信读者联谊会，是固定礼拜三，第三礼拜五会在读册。到台语开讲社，也是找台语读册会，台敦台语教育学会才读册会，就讲。不了侪所在，因拢会自主去组织的会去甲理工局基金会讲阮其实嘛有，或者是理工局基金会去问的是啥？因为对我来讲，我就讲我是2022年才家己去读台湾通信嘛，然后尾啊，因为伫网络顶悬安尼读，就哪来哪侪，才各位朋友有诶3岁啦是安怎，反正就是总是每样找到家己诶兴趣诶方式就对啦。好，所以我拄仔读的是。理工局基金会因创会的由来，这是即支也是每一期拢会有出的就对啊。当然地址的部分，苏东市是伫咧台北市的艋舺，现主时我无去看因地址，反正是至少搬算买几个所在就对啊。好，安尼刷落来，我毋知恁台顶的朋友会叫你嘛来啊？因为变成讲网络顶悬的迄个遐尼。方便也是好势去理解了解，所以目前拄则我有派几个互线顶的朋友，你去找讲要读倒一页玉林，念物是毋是对伫咧3年后壁？你 Carol 因为有当走去了，我就较无好处理，我毋知。所以安尼是毋是迄个啥？拄则是讲迄个准直学帮咱读第一页开始，有偏夜尾的即个。对啊。Carol 伫歹势。安尼，或者你随时有啥物想法、看法，就提出来分享交流讨论啦，吼。OK。有无？是我拄仔是派有像。准直还是啥？准直无起来啊 ，Carol 转来。迄个也是像读，我袂记真歹势。因为溜去迄个顺序对我来讲就走去啊。我正看到是准直、志源、艾瑞卡、3年、玉林、Carol 的顺序，至于拄则顺序甲真顺序，我无确定。你若还阁会记得我拄则讲的第几页上读，你若会记得？安尼是毋是偏页第一页是？上会读，
来顺掉你读，应该是顺掉哦。面肉红鸡啊，红鸡是咧讲红鸡啊，啊老大人是红姑赤字啊，啊红鸡可能就是讲迄个啥，中文华语讲啥红苹果哟，红鸡安尼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感觉啦。好，歹势你继续。好，感谢啊，这是收信用收下来了吼，红圆啊，当然红圆啊，来讲红圆啊，毋过那读红圆啊，是毋是变成另外就是白圆啊？伊变调的关系啊，对无？圆第一调嘛。是，因为美丽句是名称嘛，所以当然圆甲 A 拢有人读嘛，对无？参圆参 A 拢有人读嘛。啊，当然我是较惯势读红圆啊啦，啊伊。读红圆的时阵，我真正讲，红圆啊，安尼变红圆啊，白圆啊，歹势，一直想要食，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了是红圆啊，系啊，红圆啊，啊，毋过伊的迄个题目是做红圆啊，啊，毋过因为伊到内容伊才写讲，伊的红圆是爱读红圆嘛。啊，飘头对啊，目前这个教典是哪有修啊？只是对我来讲，若读红圆的时阵，会变成讲个另外就是白圆啊。这算啥？海音字哟，对吧？基本是敢若讲圆啊，伊用轻读的方式啊。啊，伊讲哈。台北偏专腔嘛有一个轻读的读法，圆啊，就变圆啊。所以当然，苏信用真心伊去写即个红圆啊，即个伊观察到写出来嘛。所以就讲，另外这几句你是八句尔嘛。所以其实，你看到物件，拢听我去表现啦。所以。进前咱咧读教部拢读过的时阵，可能伊的迄个啥，互定是毋是较悬？我讲互定较悬，就是有几个因素嘛。可比讲，伊就是要诚做拢读过嘛，爱分囡仔组甲大人组嘛。啊，因为要互读个拢读过，你就是爱有一寡声情的听个表现嘛。啊，过来佫是720到750字的限制嘛，所以伊的坎是毋是较悬？对，互定较悬嘛。啊，毋过，若准讲你还无材料背的时阵，吼，你讲去我去投稿嘛，拢无去互采纳嘛，吼，基本就是，啊，你佫有不了大句，也是安怎？换转来去别所在，可要讲的大部分通常网报，或者是台文正线，啊嘛，短啊8句就听过投稿啊。所以重点应该是讲，你有开始写，啊，然后写出来了，找所在去投嘛。叫别人帮你看嘛，当然你去投进去，你嘛使请其他人帮你看啦。讲到底有啥物所在在注意用字用词，还是口气，还是啥嘛？应该是安尼啊。我是安尼想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的想法看法啊？对，加迄个，请讲，志源讲。咱有咧亏人的话句，就是比如讲，甲即个事关系啦，就是，食到35岁哦，就个阿姨心肝无咧真是呢，这有人捌听过这种用法？食到30岁，阿姨啊，腔口可能较怪气，所以阿姨啊，毋知伊，较确实是，伊啊，即个词话呢，这是有当阵啊，即个红圆啊，一般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对即个词的理解是讲，感觉伊是偌大汉，对无？大势什么？大势进前，若超过大势以后，你感觉会使叫伊圆啊？
我毋知影，因为迄个啥，从出世开始，一直到100岁年老，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站，拢会使有一个称呼，对无？较常听讲的就是啥物红红幼幼嘛，就当出世的时阵，就讲啊，对你红红幼幼就开始粒到大汉嘛，啊，所以可讲度节就是12个月嘛，啊嘛，一出世红红幼幼，过来一定是满月嘛，满月过来就是做度节啊嘛，啊度节了后，大概其他就是安怎讲？古早咧，也是讲遐李小言语啥，伊就是开始，是毋是进前体有啥物收难是安怎嘛？吼，啊，然后佫有啥物？迄个伊即摆我听着是啥物抓周嘛，啊，就是做度节吧，应该是安尼吧。然后佫刷落去，一岁、2岁、3岁、5岁，哇，4岁、5岁，可以去读册嘛，进入啥物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啊，安落去哩。每一个阶段拢会使有一个称呼嘛，什么少年、青少年、青年啊，你这个阶段嘛，啊少年进前会几岁，可能12岁以下做少年嘛。然后红婴这个婴，我就讲嘛，可能手里抱也袂晓行，或者是行袂使，可能勉强佫会使家叫婴嘛。好啊，对啊，志源讲迄是要共开嘛。然后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听到无？应该有人捌听到过吧？就是会第一甲。这个囡仔吼，啊，我咧想，可能是看迄个情景语境，有可能3、4岁，至少2、3岁会使甲你对话，还是应该听你咧讲的迄个吼，甚至会使讲到6、7岁，啥物岁？讲即个老婴仔宝，就讲婴，还是是囡仔屁，还是红红幼幼嘛吼？老婴仔宝，还是老婴仔宝？吼，反正就是咧讲即个。已经啥会行会走啊！竟然佫爱人安怎？吼，佫讲2、3岁就啊老婴仔宝啊，佫甲母啊定条条是要食恁呢？吼啊，甚至即2年啊开始有人来讲啊，请问一下吼，敢会使收留一个360个月红婴仔啦？伊就是甲迄个岁数换做几个月安尼。那一般讲。去问人迄第一摇婴讲啊，这偌大啊，几个月啊？吼，啊伊就自称讲360个月婴仔，你会使嘛煞收留一个无安尼？吼啊，甚至有个人伫台语的语境内底会讲啊，今年几岁？18岁。你啥物18岁？你不止18岁啦你？啊无啦，剩咧寄病毒啦。就讲对外宣称家己几岁？总是伊讲即个几岁的意思，表示哦，可比讲已经30岁，还是几岁不管。啊，讲伊家己讲伊家己18岁、20岁，啊，剩咧较低咯，啊，剩咧寄病毒啊，就是拢会安尼讲。所以即种算是啥？台语的日常生活，还是语境会产生的即种，要讲俏谈，还是笑。伫学语言的时阵，对，不管是英语还是日语，敢若嘛有嘛，就拢讲哦。我是几岁搁几个日，甚至搁讲几工的，吼！我的妈呀，讲甲你有，吼！逐工拢咧算日子安尼，哦，我现主是啥物？几岁搁几个日，又搁几工安尼？啊，即种情景敢若是啥？算保险年龄的时阵才有需要嘛，就是讲，满几岁了后。无超过180天，拢算即个岁数。吼，佮讲30岁，佮5个月29天，安尼算30岁。啊，佮你若30岁，佮6个月0天，满6个月。你讲5个月29天，佮无算6个月嘛？无。吼，30岁，今仔日拄啊，30岁满第6个月，安尼算31岁啊。在保险年龄是安尼算的。啊，甚至伫韩国，佫算看谁较先出世的，先出世的是老大安尼。好，可能嘛来啊，阮是咧读线顶的即个台湾通讯网报啦，伫网络顶悬出得着啊。我讲几岁才会使算红年啊？我是讲应该是8日
以来拢会使算红影吧？3个月外以来哟。我咧想啦，这个个一个是你的想法。红影意思就是红红幼幼安尼。对啊，你过3个月了，应该就无要无只红红幼幼啊。嘛是有影，这嘛是有影，嘛是有可能，甚至较老一点的人，是毋是有足侪种扣掉，就是讲什么未满什么情形之下，袂使抛出去还是啥？迄天我伫阮遮公园啊，看到，因即几天台北遮真热嘛吼，啊，可能是下早啊吧，就讲下早啊，啊可能阿嬷啦，啊抱只婴仔，我看哦，迄可能差不多打满个无偌久，真正就是足幼诶，迄就是安怎讲？讲一个较无输赢诶啦，其实大部分诶人啦，你若毋是真正西装打扮甲足含吼，一般来讲，一徛出来其实拢约会出来你几岁啦，甚至若准讲素颜，完全拢无妆塔、无化妆、无啥，迄其实你一徛出来，拢约会出来差几岁至几岁啦。当然，这可能嘛牵涉到每一个人。看别人迄个知捌的能力，或者是迄个人是咪讲啊熬囥会，吼，还是囡仔面安尼。要毋过有当初你若搁看较真嘞，吼，不管查甫，你伫一寡外观，除了鼻目喙以外，吼，什物目尾啥，你甲看其实，差不多几岁，照你的经验，当然，若准讲你现主是敢若20岁啊，你可能看袂出来讲40-50岁到底是差伫对，要毋过若做你30、40、50以上的人，比你较少年当然看会出嘛，比你较侪岁，除非伊也是太高保养的啊，不管是伤糙、足够吞的，你甲讲8啊，你就是70岁，无啦，我才50几岁尔，迄就是可能伤够糙、伤够吞啊，家己母甲少对嘛，是咪？历尽沧桑迄种。我要讲的是，咱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使看会出来，迄个含你小长头迄个人差不多几岁。啊，当婴仔即个部分，就可能就甲拄则可能所讲的，是毋是100天以内拢会使号做红婴仔嘛？啊，其他可无4-5个月啊。感觉红婴仔甲婴仔都无差别。所以倒一个较幼，你感觉倒红婴仔较幼，因红红幼幼，哟。差不多，我想讲差不多6个月来，还是讲甚至1岁来，我讲大细来拢会使，因为中文嘛讲婴儿嘛，对无？啊，甚至。想讲，我来讲，迄个医学内底是你讲迄个婴儿吼 ，infant 就是12个月以来就。大细进前拢个 infant 安尼，嘿。OK。啊，伊差不多到12个月了后，就差不多会行嘛。是。所以做这么意思来讲，伊每一个阶段拢有一个，像你头先讲的，就是一个建议嘛。是。婴仔咧差不多，应该是要不是讲老，你讲老那种讲老婴仔。老婴仔补安尼，你讲过是。我12个月你讲老婴仔你嘛会使，是。用这个10个月以来用婴仔拢 OK。是。OK。因为。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听到过无？应该捌听到过吧？7岁、8岁、9发芽嘛，我会记得是这3个啦。啊，当然讲，较7个月大时就开始想要坐起来嘛，一直要亮起身啊，因为去讲迄个啥，什么几个月会晓翻身嘛，所以有当阵啊，现代社会就是讲请人顾，爱囡仔有当阵啊，真正就是。顾个大人无注意、无小心，我印象中我看到过的资料，就是讲大细进前的囡仔，迄个死亡率敢若不哩啊悬，就讲有可能是意外，嘛有可能是先天的，啊，过来就是伊讲嘛是有一寡就是莫名其妙，你就是毋知影就是发生不幸，迄个红婴仔一出世，可能就是你大细进前伊就量早下课啊啦，因为目前我看到别所在，我毋知台湾迄算啥，
自然死亡率4%，当然这个数字有当中是毋是有点变动嘛？吼、红眼啊，敢若是比这4%敢若较悬的款，就讲大侪进前遐，讲一出事活胎嘛，到大侪这365天，因这婴仔的迄个，我会记迄个死亡率敢若是平咱，我说，还是我看毋到去，还是我看到敢若。是啊，你讲无问题啊，所以讲咱其实过去人做迄个满月嘛是同款意思啊，因为其实满月你有活过一个月无 ，OK， 所以满月是一个最重要的迄个时间点啊，你对啊，所以我记就是平均才是4%啦，大侪进前的是敢若有比这4%较悬，所以真正有当中啊，这嘛真歹讲啦，总是每个人人生无相款嘛。好，小罗嘛来啊，阮开始读这个台湾同学网报310期开始读哈。为什么310期是因为我手头纸本啊？若准讲网络问题还是安怎的时阵，至少有纸本通好现通好看呢。重点我咧讲，反正9点至10点是正做咱的台语时间啦。要开讲毋是袂使，只是讲咧，我感觉开会也是安怎，所以我想那有这个台湾通信，然后来读安尼。好，毋知咱台湾朋友，请讲。其实我嘛有，你若好找我有可能给伫开讲室，安尼较好找呢。你是甲你家己安怎的？我看你声嘛敢若怪，还是你去甲人相量？无啦，血肉操招可招学故啦，较讲白就好啦，讲起来就袂感冒啊啦。啊，你看人甲你关心啊你歹势，好，保重。搁只照你讲，我就讲，台湾通讯网报啊，目前我所看到的，差不多无咧用中文华语伫咧看的啦，反正所有一切拢是台湾就对啊。所以迄阵我咧读台湾通讯的时阵，就是只要有内容就甲摕来读。当然伊条例是咧，可能进前是爱接近迄个什么捐款方式，一粒一粒列出 ABCD 迄无一定算文章嘛。我要讲的是即马即个编辑式的话，对了无读到，可能就是我先读一个，各位朋友参考，然后再由志源来帮咱读后一页呢。伊即个编辑式的话，2020新开始。咱透过转票实践台湾的价值，互全世界知影，咱保守自由的生活，疼惜家己的国家，做一个勇敢的台湾囡仔。毋若是伫选举的迄一天，关心政治、守护文化，不管时就会使做。逐工拢是咱展现台湾价值的好日。这个月杂志亲近台湾的书言文读后心得内底。通看到作者对台湾语言的重心人物，伫这款农村广播，你敢有听过？2篇，通看到台湾农村特别的光景。琳达甲我描写作者甲照顾因母亲的外劳的互动故事，有自由的政治环境做背底，定着嘛爱有水开的文化资产做树栽，了了甲照顾，互生长。咱才有美丽的山拿好徛起，所以现主是这个时间点，因为这是2020年正月1月出刊的杂志嘛，迄阵应该是打有投票的款吧，所以编辑室伊就算讲甲这期的文章做一个简单的小解，嘛甲苏东时的一寡环境提出来讲，所以现主是咱来看，咱会继续伫遮读遮的台语文，应该拢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嘛。我会记句是啥讲的，就是讲过去30年，至少30年嘛，咱的前辈伫台湾遮的拍拼，互咱有这种自由民主。要毋过就讲这个编辑室的话相款，爱好好去珍惜，甚至该咱做的代志是爱去做。
OK， 唔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是毋志愿会使帮咱读后一页、第二页？好来，市定营属上边一边。对，这篇嘿。上边下有太平洋迄边的查某孙某人林英淑。世界上上遥远的意义，毋是生甲死，是长时间回流来漂流的水。你我拢是摕头甲搭无去。地球顶悬上遥远的意义，毋是太平洋过火的两名乐队，第时间真感情做伙的公路。你我思念拢是离遮尔长，我袂伫你的梦前魂甲啼哭，你已经化作前方，伫天顶自由自在咧飞，日头出来的时，化作鸟只，轻轻仔叫醒酒里啊。天气出来的时，化作月娘温柔守护酒里。我是袂放袂，只要我摇咧喘气，你就一直跟对我，活伫咧我的世界。伫时间的前方，咱会搁再重逢相见。后壁佫是上名，爱你的阿哥，青夜台湾2019放晴一日。杜盖，嘿，有一个杜盖。美国哈佛大学医学的出业，父母正港台湾人，文武相传。怦然9年47岁英年查某，死者莫娜10岁半的独生女。就是莫娜是47岁的，因为抗癌最后用咱走。啊，茱莉亚是莫娜的独生女安尼啦，吼，所以这是林英淑写互迄个过往去的查某孙哦，啊，所以等是茱莉亚爱叫林英淑，等于是叫啥？伊叫阿姑嘛，是不是？叫阿姑嘛，啊，所以等于啥？姑婆祖，是不是？无莫娜爱叫伊。莫娜叫阿姑，伊迄边的查某孙莫娜，伊写有莫娜，毋过自称是阿姑，还是这是查某孙啊？我无确定，即摆即个查某孙是grandchild， 还是迄个啥 nephew？ 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知又毋知，还是我傻无？最后小名是阿姑，所以应该是 nephew 哟，因为卫生女嘛，应该是什么？这是啥？侄女，敢若叫是阿姑，有无？我毋知咱台顶朋友到有掠着我咧讲的歹势，应该是。叫阿姑，头照你头拄讲的理路安尼来讲。叫阿姑，因拢是侄仔啦。对嘛，侄仔嘛吼。讲卫生女啊、卫生啊，就是讲阿姑迄边的嘛。对。阿姑这边就是甲老爸这边的嘛。等于是共姓，差不多算共姓就对啊，系啊。阿姨古今，对啊。古今这就是属于，就是讲咱阿母。母系嘛，系啊。所以照你讲，安尼印当就是侄仔啦，所以我理解下。因为我是看到标题。nephew 跟 niece， 查某是 niece，nephew 跟cousin 是查某拢用 cousin， 好nephew 跟 niece， cousin 一定是超过，你讲标那个这里无共音的啊，嘿，cousin 是共音的啦。nephew 跟 niece 是顶个音嘛，对无？无共辈分嘛。对，所以你看，伫英语的世界，查甫拢是 uncle 啦，
查某拢是 auntie 嘛，不管你是叔啊、伯啊、舅啊，拢是 uncle 嘛。啊，不管是姑啦、姨啦、金啦，拢是 auntie 嘛，伊就是你的顶缘的嘛，就是含老爸老母共缘的嘛，就是 uncle 加auntie 嘛。啊，含咱共缘的，就是拄则讲的嘛，cousin 嘛，管他伊是啥物即辈兄弟姊妹，还是啥物表兄弟姊妹，拢是 cousin 嘛，对无？大细拢共款。啊，若下一个呢，就各分查甫查某嘛，就是niece 加 nephew 嘛，是咪安尼吼？所以就是简单5字吼，是咪？真两三条5字嘛。啊，然後下一個呢？我毋是下一個哦，個下一個就是用 grant 吼，是咪？對吧 ？GIND 嘛，我會記想。啊，因為我是即篇看嚟講查某孫，查某孫毋會變成是讓一地啊？我才怎誤解？啊，毋過伊的簽名，伊的上面是阿姑嘛，就講林英淑寫互伊即個迪拉莫娜，因為過往去嘛，啊真毋甘嘛，啊，過去講到莫娜的祖囝茱莉亞嘛，所以即種安講，我做啥生離死別，啊毋過這毋知咧，這嘛。就講看你安怎去表現即種情感啊！你，可我毋知咱台頂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無？感謝志源即個睇，啊，擱即個啥？有人講叫 nephew 啊，唔，迄個，這應該是迄個地拉嘛吼。啊，可能甲咱講即個英語嘅精神。好，毋知咱台頂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無？安尼。好，拄食迄個啥，陳雷即篇陳俊陽所寫的，佢就是講要上迄個艾瑞卡吼，上頭我袂記食，歹勢。迄個。我。來，你有對着，安尼你讀。有誒，你做細字我看無啥，我念着你甲我講嘿。好，伊是。陳慶祥，我妹仔一通電話親像陳雷，行起幾年來。我誒，啥物暗哈？每一暗。哦，每暗有看袂清楚。丁理治正正家誒因由誒鎮靜劑。定靜劑，互安眠藥降互控制失落誒本性。這兩憂鬱。可能啊，老老要哪講啊？可能只要讀文音攏落遐啥，無就是你。課文誒攏落，也是啥物人，啥物招人啊？對啊，人啊啥嘛吼。對，坐牢，誰家誒？應該就是讀牢。坐家啊，坐牢毋是坐家。無啊，坐家是坐家啊，所以可能讀牢啦，可能要讀牢啦。牢人啊你啊。出課文誒牢人啊。無啊，伊無啊，你莫家己加字，你會家己加字。加你扣一分。我血紅誒目睭讀出。都你讀對 TOK 去，還是 TOH？ 倒會倒啊。毋是倒啊，倒 T 倒讀出啊。你讀就變 TOK 啊呢？你若讀變 TOK 呢？是倒。啊無我愛念。你讀讀啊，讀就變 TOK 啊。啊讀倒啊，倒出。倒出。會燒誒燈光。你閣改字啊？伊是熱還是熱嘛？啊，一般是火熱啦。啊，你燒你是你讀到燒你讀到燒是你主動發力啊，火熱熱的。毋是啊，熟悉毋是即個熟嗎？是，這是熱呢，這個是熱。好。啊，伊會寫啥燒啥？燒掉了。燒透，燒透了嘛吼。我查了就無清楚誒。什麼車黑暗的包圍？丁丁，這是丁丁黑暗。我若
然你讲我查的坑咧赖群主，你就知我有可能，迄个啥，因为对网联网页查度、截图了，伊的解析度就降低啊。嘿，我是来缩小的变足放大的吼，点点黑暗的包围，混乱的骹手化作青光的车链，冲开，冲开，冲开，好，迄个类是开啊，冲开，真情暗准 TSUN 是准，TSUN 准。纯寒冷的什么物件？哪吒，栅栏的款吧？可能是栅栏吧？哪吒，哪吒，我咧以为应该是，那反正中文是栅栏，啊，毋过就是写哪吒啊。人硬要写哪吒，阵寒冷的哪吒，冲开阵寒冷的哪吒，冲开阵寒冷的哪吒，激动的心跳响起，怒发的号 HAU 号嘛，怒吼的眼镜，IAN 眼镜，引擎哦，怒吼的眼镜，划破轻轻激情的寒井哦，寒井应该是寒井，陷阱咩来讲？寒井啊，寒井，我是着惊失神的野兽，加滚的火流刺激着原始的冲动，一路奔向南方的故乡。我性命咧伫落的源头，找找你用要消失去，虚弱无力的什么死？溃死 KHUI 溃死。溃死是什么物件？气死啊！一口气气死啊！深呼吸哦，是哦，开哦，好，感恩。OK 好，你个会可能你个会华语看起来是安那，所以这拢是爱努力啦。这个对我来讲，华语袂输那是毒啊呢。要排毒，以我来讲，我即世人要完全排到离嘛，无遐尼简单。我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啊？拦截。啥物？歹势，我有听到。讲拦截。哪吒哦，拦截哪吒，毋是栅栏吼，拦截哪吒，阵寒冷的哪吒，哪吒炸落来炸嘛，屁炸的炸嘛。好，感谢 K 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针对这篇名称叫做单雷啦，就单雷讲的单雷嘛，半暝一通电话亲像单雷，咧讲着较早安怎的看法是安怎？所以陈振雄是写造假啊，迄个小说的款吧，我印象中，还是共名共姓，我毋知影。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迄个是不是有一个作家嘛，叫做单雷？对啊，单雷就是笔名嘛，吴景如医师啊，去年走的款啊是安怎嘛？伊敢若80几岁嘛，1939年的款，印象中。啊，当然。中华迄个唱歌的艺名嘛是单雷嘛吼，所以真就伫台湾有两位单雷嘛，当然一个已经做身去啊，所以即马拢真早拢尊称叫做单雷仙的啦，只是迄个仙字有无共的写法嘛吼，即马嘛是单雷仙的嘛，迄个啥，应该今年的款吧，敢若因有帮伊出一本迄个做纪念节啊，啥物会吧？我袂记得。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这个 Carol， 歹势 ，Carol 拄则要叫你读的是迄篇第6页迄搭遐的款。伊第4页、第5是下边来较歹读，先跳过好啊。我另再用读纸本的，互你先读第6页好无？来 ，Carol 你读歹势，那佫无去哦。第6页是长头章，长头章是毋是？对，长头章。无开麦克，还是
看你点点徛伫大树丛，真正咧飞底的长头鬃，阮手毋知过几个秋冬，伫倒加掉你的青春梦，加掉你迷人的长头鬃，看着相片拍步叮当，敢讲你的未来拢是空，我毋知你是咧当啥人。好，感谢。这是对只迄个第四句，我是会读来啦，因为这里有两个读音嘛，对不？放荡离嘛，应该是放荡离嘛，离性嘛，啊，倒有来也无来嘛，来个对，笑谈对。嘿，因为这里我来吧，放荡来，放荡离性，放荡来，对，你先放荡对，应该是放荡来，我老师读了对，我老师你读对哦。离性放荡来嘛，吼，所以离性嘛，啊，毋过来就是有来也无来嘛。吼，就放荡来啦，因为荡来做嘛，对无？诶，幸福节放荡来做嘛，超过20趴就算荡来嘛，啊，所以迄个银行拢甲伊控制到伫咧19点几，还是18点几啊哩，吼，就袂到20趴的荡来做啊，啊，所以这应该是来倒啦，对无？诶，啥？来，诶是倒西来，哦，倒西来去我。讲对来在西顿，对，顿倒西来手无毋对，这是来嘛吼。我毋知即个短短啊几句，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这顶上大家鼓励啦，你著先甲写落去就对啊啦，先甲写落去就对啊啦。好，对，咱俊迪老师有。应该有投过落篇嘛，我毋知伊看出来未？刚刚有看到的，我印象中，我袂记一下，歹势。安尼，迄个啥，拄则是毋讲3年？你是毋对伫咧 Carol 后壁读四册哟？应该是四册吧？啊，第3金蕉城是毋是有人才来帮咱读？有啦，可能今日读袂到，但是你有咧试看卖啊？应该再搁读者。3年你读这篇好无？汤千，哦，这个兄或是伊人名这个部分，我无确定伊安怎读较好势。我来读。好，促销。我即马是第几啊？应该搁伫头前310期。对，还你310期第6页，偏页第6页。好，安尼我来看，我即马是第3页、第4页。长头章应该读过啊。对。啊，我是四草青石蹦康敢是？对，这篇。好。汤千哎哟，这里有够侪读音的，有爱、有爱、有兄，有3种读音。新令令的青石蹦康，做伙坐船欣赏青石蹦康，坐船进入时空的空旁，青石的蹦康出旁，伫头路。海甲蹦康的溪水红，蹦康互树仔测有阮的美梦。好，刚才我会记诶，我嘛无确定这个地号名安怎读，按我印象中是读做四册，我无确定啦，真歹势，因为有当中一寡地号名真正爱看人在地安怎读的安尼。好，毋知咱台册嘛吼。册。抗议啊！我才错啊！我直接学啊！我大学甲最学啊！吼，中华学是学啊！吼，唔听我嘿。啊，温水
希望，若要押韵着，嘿，红嘛吼。希望着爱，因为这拢有斗古，我拢无看，着爱斗着。对，迄字确实有两个音嘛，对无？梦甲梦拢有嘛，啊，毋过第一搭遮就是爱迄个 ang 的韵嘛，对无？可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哦，有注细册啦，吼，细册，对，喂。所以迄工咧问讲，因龟头刀甲背乌虎到底是安怎迄种的？啊，阮朋友伊讲拄仔伫迄个花雕市场，伊就讲，迄番仔拢嘛讲龟头刀啊，啊背乌虎是讲东部迄边的人才会讲背乌虎啊。啊，毋过作者伊说讲，下面东港会无共款，就迄讲咱读迄个啥物龟头刀掌的字字嘛。啊，结果黄秋燕的吼，就讲等于群组内底讲，啊说下面的讲法无相款，所以有当阵就是讲。目前咱328个乡镇市区，迄个乡镇市区敢若细细啊，啊，毋过有当阵啊，人口数按几千个到几落万个嘛，上大个乡镇市区可能是对邦桥哦，是毋54万还是70万，我袂记着。佫有更较大个乡镇市区，我袂记着。反正邦桥即个区的人口数袂少嘛，啊，其他上少的可能县市，可要讲。花莲、澎南倒位可能敢2000个啊，几个啊，所以有可能一所在迄个啥，针对共一个物件，甚至迄个地号名称呼都无相款啊嘛，对无？泉州、漳州腔以外，县市后壁佫转音变去啊嘛，啊，只是讲对咱外地人来讲，可能就是小琉球迄边就是叫做龟头刀，啊，东华这边就叫做背乌虎。啊，就敢若即个细册，你若无家己写罗马字，可能大部分的人去看到汉字的时阵，就怎个人念个人的，啊，安尼是毋是就怎迄啥歪出的程度就会愈来愈多啊？所以，17世纪荷兰人来到佛罗摩萨了后，甚至各所在地号名，经过遮尔久啊，400年啊，啊，佫因为汉字记录落去了后。全音就走去啊嘛。目前照理读，咱应该爱是读地罗山嘛。抑过即马，敢若愈来愈侪拢对伊变有去啊。啊，当然对伊变有一个讲法是讲啥物？泉州区、漳州区的一寡伊甲有的真差嘛。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至少我个人咧想，是毋是这个地号名，咱应该用罗马字来写。所以你若用罗马字写的时阵，就袂有讲我看到汉字到底要读细册、素册，还是细草、素草，你就是沙无啊。啊，毋过人若写罗马字，你看，啊，就是细册啊，对无？啊，无你去 Google 找，还是去倒找，真罕咧会使直接看到人在地人的称呼到底是啥，就准讲因走去啦，准讲因走去，啊，走去了后我就讲嘛。迄个走去的音就是因在地特性嘛。台湾有2个东山，一个伫台南，一个伫宜兰。个啥？我会记个几落组，迄名拢共款，字写出来拢共款，也是读出来华语音共款，要毋过伊就伫无共个所在啊。部分我感觉，会要无感情嘛，所以对土地无感情的时阵，就是拍输走赢，拍输走赢无遐简单啦。啊，所以就讲嘛，17世纪荷兰人来了后，因想要和本地有连结，啊，注重遮的本土性嘛。因伫传教时，其实嘛拄着2个状况嘛。到底我要坚持用我的荷兰语教互因知影，或者是用因迄所在的语言来教，阮要互因知影迄个道理。当然，即摆应该决定啊，就是爱在地方讲。
除了中文华语以外，正经的，迄才是咱本土语的。就是帮咱压尾即个岐山金蕉城，迄个我查出来是菜啦，伊迄个菜啦，随便我看一个卦，因为我嘛读过菜啦。我嘛想要直接甲读菜。我查教典的迄个名姓的查询就是菜啦。我要甲查咧，我想要直接甲读菜。伊声部伫遐嘛，对无？这足明显的声部啊。好来，边头边啊，啊无边就对了。啊这个声部啊。岐山金蕉城，后彩云，金蕉王国有名声。岐山的金蕉上好食，只有好食金蕉饼，金蕉饼也伫遮。古早有公分啊车，嘛有金蕉相关的物件。金蕉故事讲互你听，金蕉是岐山的阿名。这是 RIA 的韵嘛。是不是应该金蕉故事讲互你听？对啊，讲互讲你听啊，嘿啊，讲互你听，对啊。应该是金蕉故事，还是金蕉故事讲互你听？应该是金蕉故事。是要甲伊连做伙，还是要甲切开就对了，对。不过我感觉读了，我感觉读金蕉故事讲互你听，表示讲，金蕉四个连做伙，因为对啊，我是感觉这会使你啦。讲的四个连做伙是金蕉故事，就是咧，这个故事就是咧讲金蕉嘛，所以就这个故事就是金蕉故事。我讲的这个就是金蕉故事。啊，如果读了的时阵吼，我跟大家分享，读了的时候我读到安怎，有一个画面就是讲，伊的主题是咧讲金蕉嘛，所以咱若讲金蕉故事就是一个尔。金蕉的故事是就讲袂了，所以我读了，我会感觉形容一个想法。对啊。我的感觉嘛是安尼啊，就讲以我来讲，我嘛读到金蕉故事讲互你听，含头前第一句。你会分几类？就敢若你叫一个人的名，伊的名叫做金蕉，啊，你来讲金蕉故事讲互你听咧。所以，四个字连做伙我毋是讲金蕉，我毋是甲叫哦，我是甲讲即个名，我是讲金蕉故事讲互你听。啊，当然，伊若是一个人，对无？对啦。对啦，出个老师讲咧嘛是有道理啦，因为伊即个主题是咧讲金蕉。对啊。当然，我要讲就是讲金蕉故事嘛是会使哩是啦。啊。嘿啊。我要讲，我现在读了，我家己搁思考一下，我的想法就是讲，伊安怎讲？若讲金蕉故事，伊的范围就较细。对。啊，若金蕉故事，就敢若就讲袂了迄种。对。伊是要讲，伊是要较快，我感觉要较快，因为所以伊的范围较快。因为所以我会感觉讲，金蕉故事讲互你听。你也连做金蕉故事讲互你听，你就扣2分啊。无啦。我有要伊即个物件。是啊。我要伊即个物件。我要你的就是讲，我想要安怎去理解这首诗。对。这是我个人物件。是。若讲你要甲我扣1分、扣2分，就无拢偌紧这我感觉。拢送伊我去哪里？而且诗的迄个啥，诗的特性，伊就是较活跳啦，伊会较活跳，就敢若第开头一开始，你袂读到金蕉王国啊，你会读到金蕉王国啊，对，你袂该读金蕉王国啊，你袂甲切开啊。毋过金蕉故事，即两个较像影应该是讲，敢若袂需要念起来。毋过你甲切开的时阵，真正就迄个范围就较宽啊。啊，你一开始的时阵，你也甲读金蕉王国有名声，迄真正是两个物件啊。我想我记的就是桌顶有3碗，一碗是蚵仔，吼内底缀蚵仔嘛，一碗内底是底面线，搁一碗内底是蚵仔面线。啊，你袂晓讲的人，你当讲一碗蚵仔，一碗面线。一碗蚵仔面线，哦，你迄个第3碗你是安那？你是咧咳的时阵，挑工咳一半是蚵仔，啊一半是面线哟。无蚵仔面线就蚵仔面线，就准讲你以往你有才调讲，咧咳的时阵，先用一个隔板甲隔开，倒边咳蚵仔，正边咳面线，
然后摕起来了，你讲即碗做蚵仔面线，你袂安尼讲的啊！你准讲无垃圾货，准讲你有材料甲伊隔开，迄碗就是蚵仔面线，伊毋是迄碗毋是蚵仔面线。你听无？第一碗是蚵仔，第二碗是面线，第三碗只要有蚵仔甲面线里内底，不管倒一个多，倒一个少，还是你安怎囥，迄碗就是号做蚵仔面线。你若真正讲蚵仔面线，就即个一直甲讲，迄就做着扣分的啊。按过即摆即个金蕉故事甲金蕉故事，迄是一个私有足大的想象空间。就敢第一句，基山就是一个金蕉王国啊！你袂讲基山是一个金蕉王国。你看第三碗蚵仔面线，你甲伊讲做蚵仔面线的意思是共款的，就三型迄种或做啥变调的真差。啊，当然初初理解，你会感觉对啊，金蕉故事啊，拢全金蕉的故事啊，金蕉故事啊。啊，因为较上影啦，你若是去参加靠步的即种，不管是比赛、考试、认证啥的这，伊确实是敢若想要甲金蕉含故事连做一个名词，你全一定爱读做金蕉故事。但过即马这是一个较活条的诗，我嘛感觉你甲读做金蕉故事讲互你听，伊就范围会较宽。我嘛是安尼想啦。当然，这无标准答案的啦，这无标准答案。尤其咱即马毋是咧迄个啥教步的迄个比赛是范围内底啊，对无？好，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时间，我时间。来，志源讲者。我淡薄时间讲出我的心情，其实我真欣赏跩作家会当写出遐尔好、换好，遐有文学造詣真有咧开设这种课程，我想要付一寡学费来，一个功夫来进行。阮就调，伊讲伊要开线顶课，伊讲伫做问讲恁要啥物课？系啊，就是会使甲伊参加，会使甲伊参加。而且阮绿桥相对较少年嘛吼，所以应该会较好来去学倒转来人，还是要甲学起来人的需求。尤其即摆佫开放问卷，看卖啊，拍算要学啥，要写啥，要有啥物其他呢？可能佫较符合吧。啊，当然其他的所在，可比讲，北中南不了侪所在拢有开即种台语课啦，不管是免费的，还是爱费用的。啊，当然志源讲，若准讲要特别针对写作的部分，最近有看到谁咧开写作？凡是有一个相对少年的高家辉老师，伊敢若嘛有咧开线顶的课，啊，毋过伊拢敢若属于较家教式的，就讲伊毋是迄种开班一困头3、5个、10个老师，还是丽顺老师，因拢是规班咧开的。啊，若南部我知是金辉老师因吧，金顺老师咧花莲敢有开课，我毋知影。总是即种写作，目前为止啦吼，伫学校，莫讲台文无，听讲连中文的写作的课程嘛，敢若无啥有，无一个系统的啦，就讲拢是透过去读别人的文章，然后台顶的老师去讲哦，这有啥物方法，啥物比如法、引如法，啥物法，啥物排比法，还是类比法哦，你一困头你会使甲一个物件提出伊个性质，提出来讲啥。啊，这种物件有当阵啊，你若无一个有系统的，甚至从迄个有做啥方向先甲抓出来许。佮讲，王秀华老师的作品真好，也毋过，若准讲咱还未到迄个坎站的时阵，有当阵看袂出来，这我即嘛无。毋知讲有较具体啥物人，还是咧针对写作即个部分开的款。
我的理解是安尼。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即个俊理老师写几篇啊，写袂煞。哎呀，准的老师有要开课啊。哦 ，OK， 了解。对啊，就讲，缺了缺了，我爱你。一定爱赞声一个安尼。好，啊，当然好，真好，好，保重保重。看是要啉碰大海，还是迄个啥物？我叫啊，我去药啊，拢吃。已经来呀，甲伊订一个来呀。来啊，毋是会缩开来啊，冷个是冷的，毋是对脑电脑较无好。煮过 ，OK， 煮过。啊，过来就是我毋知即摆即个状况敢有效。伫英乐市啊对面有迄个啥物，因讲啥？迄个啥物鲜渣啊？啥物我袂记迄个名，就讲是凉凉的，啊毋过就是针对，啊毋过是针对你若讲甲哪有烧声，迄是有效的。啊，你种可能病毒性的，这可能真正就是可能讲西药吹落去，还是安怎吧？爱保重，哦，保重。好，安尼，因为时间的关，就讲未来啦吼，伊这是310期嘛，啊，即个日8月是上新的是388期，因一个日出一届，啊，咱是逐工读，一礼拜听我读6工，一本40-50页，我真毋知影头尾读偌久，怀疑可能就是未来。这段时间可能就拢会读落去啦吼，啊，我就讲，除非是教务考试进前迄个日，才换去读因的朗读稿，啊，若无可能就读册，因为我想讲会使读较侪人的作品啦。当然，我咧读我家己的，可能什开花结籽啦，什物龙刀说，迄是某物人的作品的时阵，是咧练我家己的喙唇喙皮啦。啊，若遮的部分就是大家互相分享交流。因为有当阵一寡物件你家己看，可能敢会使看到一角度，啊，你若有无共的人，至少2-3个人以上，上无会使看到无共的角度嘛，应该是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开始读的即个台湾通讯广播，今仔日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啊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